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人知。有风声讲，香港杀人犯陈同佳要来台湾投案，有多位长官认为无司法互助，恐惊是落危险。富有马警民车事故经过1年啊，代替也有伫咧进行检讨，最后工会甲呛声讲，还阁有细条事故伫咧发生。在宜兰头城有一位老阿伯捡到铁管，甲切开时阵发生爆炸，当场来死亡。在去年2月，伫台湾犯着杀人案件的香港人陈同佳，有风声讲要来台湾自首。不过陆委会也质疑讲，陈同佳是被自首，因为香港政府完全拢无讲到司法互助，背后可能有政治操作。内政部长徐国勇也表示讲，陈同佳伫咧无死刑的香港，颠倒爱走到有死刑的台湾来接受审判，违反人性。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讲，因为香港拢无司法互助的活动，所以雄雄将嫌犯送来台湾，台湾绝对袂来中计。香港女子潘晓英命案的主嫌犯，也是引发香港反送中运动导火线的陈同佳。伫进前传出伊出港了，想要来台湾投案，不过背后原因恐惊无单纯。行政院长苏贞昌讲，过去几多遍向港府提出司法合作的合作协议，不过对方拢摆插。即马所要互陈同佳来台湾自首，动机正可疑。陆委会怀疑是政治操作。过去香港不跟我们司法互助互动，现在还弄送中，又要来送台湾，我们绝不会陷入中国的圈套。借着本案来做政治操作，要先谈司法互助，这样我们也才能捍卫我们的司法主权。内政部长徐国勇批评港府动机无单纯，强调台港就爱先有司法合作协定，才能根据犯罪地审判。也无港府歪谈，只跟他讲要把人送过来，无怪互人怀疑陈同佳是被自首。他现在人在没有死刑的地方，可以接受没有死刑地方的一个审判，他却不要。要跑到一个有死刑的地方来接受审判，这违反被告的人性啊！不管法务部、陆委会都有去函或者跟他们沟通，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回应，突然要把人这个送过来，这也是起人疑窦嘛。陆委会强调，港府要强调出港人伫香港以外中国地区犯罪，港府无管辖权，就会相当于中国心理。照这个逻辑，想要甲台湾列入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治架内面，也想要利用双方的协商，为因的逃犯条例修订背书，也是伫咧矮化台湾的主权，破坏司法政治甲人权。台湾未接受，也无可能配合操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名香港凶手陈同佳想要来到台湾投案，法务部长蔡清祥也强调讲，爱透过正式而且是官方的司法互助，提供伊伫咧香港的犯罪证据，才会当进一步来讨论。不过，法界人士根据着警方的统计，自香港回归中国了后，就无这款的案例啊，而且伊也已经放立管，想要来投案，有可能是真困难。涉及港女命案的香港人陈同佳想要来台湾投案，所获台湾监管。法务部长蔡清祥讲，也是透过官方正式的司法合作，由港府提供伫香港犯罪证据，才能进一步做司法磋商。港府方面也应该要进行司法互助，把初步犯嫌他们所供述的内容，还有以及他们是如何共谋杀人等情节所有的相关证据都应该要来提供。两方10年前签共同打击犯罪甲司法合作协议，作为政治强化人犯接犯的依据。伫人犯欠款的时阵，会先协议安怎接犯，由啥人去接？若是坐国际航空器，机顶交人；若是坐非国际航空器，拢伫空桥接人。不过根据警方的统计，两方司法合作请求达成率无啥对等。伫咧人犯逮捕这部分，台对中的请求完成率只敢若3成。中对台的请求完成率是超过7成。今年到即马，自中国接返返来台湾的人犯也只敢若9个。自香港回归了后，因为台港无引渡条例，也无自香港警政单位接返的案例。坐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空器就到桃园机场，然后再进桃园机场，他还没有进那个我们入境管制的门，他就说他要投案。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还是要
呈报给发布通缉的检察机关，由承办检察官来做一个决定。你还能够说，我觉得你还没有入境哦，所以就那个我没办法处理。我想应该不会这样嘛。警方私底下讲，像估计伊拉克的科德族男子阿里，伫苏联犯杀害丈人爸丈人母的案件，虽然台湾伊拉克无司法合作协议，不过警方透过国际刑警有利人士多方沟通，甲当地科德族自治政府达成共识，就甲人带转来台湾受审，这是特例。但当家案件已经是政治问题，爱特别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日也来到家己造势，也讲到香港杀人犯陈东家要来台湾投案，说互政府来甲拒绝。韩国瑜也批评讲，司法管辖权是中华民国主权之一，士林地检署已经共通缉啊，陆委会却共拒绝，等于是家己的主权来扑掉。民众热情欢呼，甲道路客甲拢未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日下晡去嘉义新港洪天宫参拜，现场的支持者点点点。韩国瑜倾听之女踏入民进党执政的铁票村嘉义县，积极抢攻选票。伫咧拼选举的时阵，阁继续搬出国家主权，对香港杀人嫌犯陈东家想要来台湾投案，却互蔡政府拒绝。韩国瑜当为抨击。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主权给砍断了，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将来任何国家跟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引渡条文来台湾杀人放火跑掉了，通通都没事啊！这个民进党执政的这政府是不是脑袋坏掉了？怎么可以这样的阉割我们自己的主权呢？韩国瑜批评总统蔡英文讲，上会当保护中华民国的主权，结果是靠东靠西，变哪有啥物主权通讲？呼吁政府赶紧回头，让司法权会当发挥。若是韩国瑜19伫咧台南举行造势大会，让不明人士牵鸡卵，嘛互安全介护搁再升级。嘉义县警方是部署超过200名警力。千万不要，警察同仁的勤务已经够辛苦了，而且警察的眷属是更辛苦。所以我希望，如果出来拜访，警力能够维持一个低限度就好，千万不要再把压力在警察同仁身上。关心警察的维安压力，韩国瑜指出，伫咧10万人的场所，要抓出一个牵鸡卵的人，对警察无公平。呼吁各县市莫安尼要求警察，希望莫扰民。另外，针对媒体问到副手的人选敢会是金主部陈怡贞，韩国瑜并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瓜地马拉共和国未来总统贾马代今日来参蔡英文总统会面，邀请蔡总统明年去参加伊的就职典礼，也表明讲瓜地马拉会徛在台湾这边，做上届坚定友邦。瓜地马拉总统当选人贾迈代及一带团来台湾，和蔡英文总统见面，邀请蔡总统2020年去瓜地马拉参加伊的就职典礼，佮表明会徛伫台湾这边，成做台湾上坚定的友邦。希望2位贵宾未来也在国会当中大力支持我们2国的邦谊。Le hace la más cordial invitación para que nos acompañe en la toma de posesión el 14 de enero. Para nosotros sería un alto honor que Su Excelencia nos acompañara. 蔡英文总统早起嘛出席国际人权联盟，强调台湾是亚洲头一个通过同志婚姻合法的国家，全场拢拍破啊。And this year, Taiwan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it's not an easy process to go through, but finally we made it. 年会由冤家平反者施志强头一位开场演讲，讲到伊过去无代无志讲入去刑事案，坐加16档，落尾得到清白的经历，嘛是原告打国关伫咧家内面的苦和顺案。从27岁到43岁，对我来讲，生活就是3-5步以内的距离。我没有什么梦想，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许志强。这是国际人权联盟年会头一届来台湾举办，国际人权联盟嘛伫2005年来台湾关心施志强案，促成废除加死刑犯抵卡料的政策。台开会会长嘛讲到中国的人权压迫，继续救援李明哲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目前已经提名18人来选区域立委，不过民进党的秘书长罗文嘉认为讲，是为着要甲民进党的参选人扣落来，互国民党来选调的。台北市长郭文哲也呛讲，除非台湾无因准有第三党，佮批评民进党早就甲地盘占好势啊，哪力伫选举，根本就是强换结果。
另外，中国上海台办的主任李文辉今仔日中昼也拜会郭文德。台北市政府也强调讲，因的拜会只是咧讲文化甲经济交流。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带上海爱国乐团来台基本交流。21号中昼拜会台北市长柯文哲，不过台湾国质疑柯文哲要向上海报告政绩，被告市政府抗议，双方敢是嘛提早接受每年小小论坛的内容，引起关心。报告政绩，政绩为什么要跟上海台办报告？这个逻辑就听不懂。通常双城论坛哦，按照我的经验，都不会在现在谈，都是到4月，差不多4月以后才开始谈。现在谈都太早了。另外，柯文哲成立的民众党已经完成2波拢总18席区域立委的提名。不过，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民众党的提名不是为着要当选，是为着要诱下民进党的参选人，成就国民党和柯文哲无认同。哪个区域是民进党不提名，也不可能啊。所以有时候常常这样啊，这就真的是政治口水。除非你说，这个台湾不准有第3党出现，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现在的心态啊，因为他们就是。已经把地盘占满了。柯文哲强调，哪里在台湾选举，就亲像共犯结果。第7届修宪就是上好的案例，两大党修出对家己有利的宪法。另外，柯文哲20号在高雄考试韩国瑜，啥物拢卖做，较无压力。柯文哲21号更加认为，韩国瑜失去一届改变国民党的机会。我常常觉得他有点可惜了，他其实只要稳扎稳打，你知道吗？其实他还是可以改变国民党了。不过我觉得他这一战选下去，还是会受伤惨重。以后要改革国民党的能量会比较弱。柯文哲强调，言多必失，家己不是4言的比例悬，是讲伤多。对韩国瑜选战拍到今仔日，发言不断互立赢围攻。柯文哲认为真可惜，嘛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恐惊大选进程未结束，嘛有助立赢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在去年的今仔日，台铁的普悠玛列车内并且造成18人来过往。台铁启动真侪项的改善措施，伫咧检修的部分也新增加过去无的幼项。不过，台铁产业工会也讲，人力不足、维修断层、细条事故是节有的，看袂出来因有伫咧改。下晡4点49分，全台湾的火车做回淡水犁。去年这个时阵，普悠玛列车伫新马站排练，造成18人死亡的事故。台铁用这个方式吊念，而且嘛提醒员工爱记得驾驶。ADB 开启正常，车号2018。搁一个当下事故列车出发的树林吊车场，普悠玛的列车检查，甲去年比起来增加2项，包括动力检修员工证明，还有动力司机员出车库的检点表。而且检修的内容嘛有做调整，因为去年出代志的列车，在驶过程当中，主要控制的动力有当时有，有当时无，可能是散热的问题所造成的。所以即马列车的检查就增加这个控制的燃油气的温度监测。针对一些普悠玛个别车型有出现问题的地方呢，我们会再增加一些小项目的一个细项的一个检查。依据统计，大概有10来趟被临时更换下来。不过台铁的产业工会指出，台铁最近常常出细项的事故，上主要问题也是卡手无够。虽然行政院答应讲3年会甲人报告业，不过用109年来计例。医生的原价是17362个人，不过已经要年底啊，敢若有14917人，总共争差2000多个人。除了特考的名额无够，新进员工训练嘛少，还有离职问题。人力不足跟台铁的那个车辆啊、设备的状况，就还比以前更严重。就是我们最近都感觉出事的那个量非常大。普悠玛事故发生已经满1年，台铁卡手无够欠了的问题嘛是搁伫咧，事故的原因也搁有争议。渐渐宣布重新启动普悠玛调查运安会，再去第1届前往树林吊车场了解普悠玛 ATP 等等系统运作的有路。运安会嘛向交通部来建议，台铁欠大数据监控分析，未来应该加入去安全管理系统，才会当排除一寡看袂到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避免医师过劳，全台湾4000多位住院医师，对今年9月开始正式受到劳基法的保障。不过，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下晡也召开记者会，讲国内尚无有5间的病院甲住院医师创空，唔拿嫌法律的空棚，佮提出无合理的工作态度。卫福部也强调讲，敢有违法劳基法，而且劳动部来认定，也要求防点名的病院1礼拜爱出面来说明。
工时不变长，年收不缩水。虽然注意医师6日都计划已经过完过，不过却传出有部分住院医师并无因为安尼减少工时。屏东基督教病院就传出有住院医师自本4礼拜的工时，敢若需要排230点钟的班，但是医方煞依照计划的理由，要求医师要排满283点钟。纳入劳基法之后，医院告诉他说，因为实施劳基法之后，他的4周工时是283，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数字趋近于283。台北市医师这个工会接到真侪会员投诉，有可能跟病院曲解到计划，软法律漏洞，提出真侪不合理的工作态度。参像真侪私立病院的契约顶悬，无写出薪资计算基准。阿东病院阁取消资本有的值班费制度，中华基督教病院和资本周休2天的住院医师，即马拜六拢爱出勤，工时颠倒变长。中基病院资本一档休14天，即马减半，变成休7天。医院现在就趁着这个法令上路，从不适用变成适用的状况去钻这样的法律漏洞。我们觉得，就算法律上是合法，但是在道德上非常站不住脚。是不是有违反劳基法的认定呢？那么是由劳动部来认定。但是呢，本部是属于这个住院医师的督导的这个主管机关，所以我们会先有要求这个被点名到的医院呢，那么尽快提出说明。卫福部针对这件代志强调，是毋是有违反劳基法，要由劳动部来做事实认定，但是要求互人点名的病院1礼拜来提出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仔日透早1点多，在新北市永高有一栋4层楼的透天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1个人来受伤。其中过往的是方便国小细展校长因翁仔某，甲伊的外甥仔。伊的外甥李亚因为跳窗仔来逃生，所来受伤。消防人员初步认定讲，起火点是在1楼，而且是电线烧拍电所来导火。大火甲浓烟对厝内冲出来，火烧到满都收煞。新北市永高区一栋4层楼高的透天厝，第2日半暝发生火警，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第2位、第3位、第4位都救出的时候已经 OK， 它里面都是易燃性的装潢，是，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里面从前方破坏进入，另外从后面后阳台。警消人员接到通报去现场抢救，但是因为火伤猛，所以烧到1点钟才全部拍花。初步研判起火楼层在1楼的客厅电线的可能性是比较高啊，但是也要经过比对，每一个房间门都没有关，然后顶楼又加盖，顶楼加盖是这一次影响排烟的最大的那个阻碍的等去到事发现场，会当看到厝的外墙已经烧到拢臭灰焦。消防单位指出，透天厝设计了较密，佮再加上室内有楼梯，每一间房间拢无关门，所以烟会当伫咧短时间内冲真悬。但是详细火烧原因，该进一步厘清。若是3名死者是今年50岁的厝主姓詹的翁仔某，甲因的孙仔，受伤的是因的查某孙仔，因为对3楼跳楼逃生全受伤。姓詹的厝主是方便国小的校长，平常时对人真好。消息传出了后，厝边拢真无甘。告诉孩子，我们最敬爱、最亲爱的校长，因为一场意外离开了我们。虽然他离开了，可是事实上他是最关爱我们、最疼爱我们的。他的精神一直都会守护着我们。校方指出，詹校长投身教育界32冬，人真亲切，和学生感情拢真好。虽然昨是假日，阁去学校关心工程施工的情形，想袂到是最后一面。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学校随召开临时教师会议，嘛伫咧升旗典礼默哀致意，后续埋按捺学生的情绪。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头城，伫咧昨发生一桩爆炸的事故。迄一名72岁阿伯伫咧警方渔港捡到一支铁管，而且佫甲炸断去，佫甲切开，结果熊来爆炸，这个阿伯当场来死亡。宜兰地检署的检察官透早也甲军警来到现场，军方也初步研判，认为讲这支铁管也就是一粒的火箭弹。现场有防火线、涂骹有爆炸流落来混液。宜兰地检署检察官陈义良再去甲警方、军方的微博团的处理小组来事故的现场勘查。因为头城一个72岁阿伯，20伫警方渔港的码头捡一支铁管，早登去工寮要切，想袂到熊爆炸，阿伯当场死去。军方判断这是一粒口径2.75寸的火箭弹。
搜寻的地点的话，我刚刚有跟队长讲，你再跟队长讲。没有办法判断说是哪个单位的弹药，但是它的口径就是2.7。那会不会是之前在大埔试射的那个？这个我们没办法去做判断。大家讲鱼港内底还有其他的微爆弹，军方摕金属探测器开始地毯式的搜索，因为宜兰总位有设大号气炮场，提供国军对海试射。10月份到规划17届是大演练，期间以来嘛会通知渔民爱避开演练的海域。当地渔民讲，过去常常嘛好钓，最近这几年减真济，不离个今年1月份嘛渔民好钓一个要讲的。一样是捞回来之后通知海巡，海巡再通知我们甚至。为什么这样的未爆弹危险爆猎物会在渔港这边，会在海底这边那么容易被捞到？射击之后的未爆弹是经由可能渔民那边做所谓的做渔获的捞捕之后捞寻到未爆弹。家属都唔敢相信，因为外表看起来真正常的铁矿，所变做害因亲人死亡的炸弹，而且就伫咧渔港边仔的粪扫堆内底，要求军方爱负相关的责任。若是这个微爆弹算是实弹，还是训练弹，就要等待军备局的报告。宜兰3期部是表示，唔知影讲是倒一个单位，目前敢若负责处理发现微爆弹的后尾流程。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信义的双龙七彩吊桥已经被完工啊！打算明年正月初1要来对外开放，所有民众无顾到安全，就撞到桥顶，搁伫桥顶翕相铺上网络。县政府也表示讲，未来会加强管制。工人当咧时间赶紧敲进工程的细节，挂伫咧结构两边下过双龙水墙的双龙七彩吊桥，长度超过300公尺，高度只要40层楼高，会当看到壮观的景色。但是对还未完工，就有人弄入去吊桥翕相，搁抛起咧网络和人分享。不是很好吧？而且在这个地方工程正在施工当中，然后还这样子用这样子的方式，比较不知道的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大家有样学样的话，反而会更糟糕。虽然有些标语提醒民众桥还未起好，不过总是有等袂赴的民众来到这想要参观。工程单位讲，走入要工地翕相的人阁袂少，互因有影真头疼。他们会利用我们下班的时候啊，有的门禁领管制，他们有时候用那个空拍机。工程单位表示，目前桥面已经铺好，每50公尺就完成。即马工程的进度已经是有90%以上。如果年底完工了后，按算明年初就会开放。县政府表示，即马当阁是工地，敢来当加强管制，防止造入来，暂时无法度开发。现在这个是并没有什么处罚了哈，我们会加强现场的这些管制措施嘛。那我们也呼吁民众不要去进去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已经做足够了这个管制措施，那民众要闯进去，可能对安全的部分他自己要去做考量。县府表示，了后阁会规划保险甲安全机制，不过目前阁伫规划甲发包。民众若是发生意外，真歹厘清责任。除了加强安全的管控，嘛请民众爱较有耐心的，等到对外开放才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教育的问题。因为囝生少来致使着囝真侪学校招无学生，屏东的美和大仁科技大学以及着台南的嘉南药理大学，这3间学校为系数目前是先来停招。3间学校也出面来回应讲，因为囝生少来致使着这款的情形，资源会搁再重新调整，不过未来影响到学生的权益。这节课线学生要去另外一个所在上课。这是屏东美和科技大学创校40几年，培育真侪优秀的护理人才。也不因为少子化，109学年度暑期进修夜间部会停招，另外有2个系数要合并。这一种调整，其实在台湾各个学校，不管是国立大学或是私立的大学，我们因应整体的招生环境，我们都会做这样一个调整。同款是屏东老牌子的科技大学，台联科大也有2个科系要停招。资工与娱乐科技呢，国立大学还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呢，他们都是相当不错，这是应该相当符合时代潮流的系科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它确实生源上来讲是比较缺乏的。台南的嘉南药理大学今年新生注册人数是到3500多人，注册率超过70%高。也不过因2期、4期等学制也要停招，也有一寡学庭研究所的硕士班要停招。学校讲，即马就学的方法真多，真侪学生会当读大学，就无一定会考虑2期、4期等学制，学生变少才会做调整。很多国立大学它的系或所
也是停招，而且甚至有的是没有停招的话，它的招生人数是0。好啊，所以后续如果说我们不赶快做一些调整的话，那后续的问题会更大。教育讲校内真侪科系唔是停招，是做调整，是为了要让资源有效运用，袂影响学生的权益，也袂影响校内运作。不过少子化确实是对办学造成正大的冲击，为了要提早应用，才会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邀请咱做伙来看福真。香港伫个昨也举行九龙大游行，超过35万人上到街头来抗议，不过在发生警民的冲突咯。香港警察出动装甲车加水炮车来清场，而且佫甲香港上届大警的清真寺也抓加拢清清，也有一寡记者甲教徒也去扫掉红台北。在透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出面来背花，讲水炮车是无细力去射到清真寺。不过一寡信徒也气喘喘认为讲，香港政府拢无伫咧尊重信仰。有搞错啊！看到有民众挖做伙，就来发动攻击大蓝色的大水炮，完全无顾讲是记者还是经过的人，全部拢去互蓝色的水泥甲变做蓝色的，规身躯是淡绿绿。互水炮攻击到的民众是摔甲跋跋倒，就连清真寺嘛是同款凄惨。大门栏杆啊，个门口的空地啊嘛是，拢互水炮的水泥甲变做蓝色的。我覺得簡直佢係挑戰緊我哋伊斯蘭教啊，同埋簡直佢喺度侮辱緊我哋喺香港嘅伊斯蘭教啊，同埋究竟佢識唔識咩叫尊重人哋宗教啊？香港的回教聖地無美無代去伸着拳頭皮，引起香港回教徒的不滿，就驚講反送中運動閣來發生其他的事故。香港警方高層當天暗時就親身帶隊來摒掃，不過僅僅短短5分鐘就來發出聲明，強調講是無細字來抓到。繼當天早起，特首林鄭月娥嘛親身來現場關心，差不多底下留尾25分鐘就來離開，嘛無回應記者問的問題。無數年的團體代表是表示，已經接受林鄭月娥甲香港警方的會識的。The police explained clearly that the incident that happened yesterday was not intentional, and I think we can take them on that. 10月20禮拜的九龍大遊行發生真濟件衝突，包括真濟間中資的商店起互放火，中資銀行起互破壞等等。伫咧迄天暗時，伫咧乃至角道附近，佫出現一個唔知是啥物的紙箱仔，內底若像有爆炸的物件。香港警方第一時間出動挺大的機器人，利用火源順利甲引爆處理掉。而且這屆九龍大遊行，佫一屆出現香港警方攻擊記者。香港警察竟然伫咧收隊進前，甲催淚彈彈過去幾下個記者的頭頂，催淚彈佇空中爆開，好佳在無人受傷。若是8月上班的日子，是7月2日元朗攻擊事件滿3個月，有香港的網友發起沿岸去元朗靜坐，港鐵元朗站已經提早佇下晡2點關起來。若是示威的民眾會佇暗時7點開始集合，用快閃的行動方式佇各大港鐵站來靜坐抗議。記者綜合報道。澳洲的報紙媒體第21即天做伙甲報紙的頭版是無寫到半字，全部用黑色的蓋起來。因的目標就是要來敲洗政府，敲洗這政府無愛讓民眾知影政府的歹代，佮甲這個代志亞空的人來處罰，限制澳洲媒體的新聞自由。The Financial Review. Thank you. The Age. Yes. The Telegraph. 澳洲議員摕到一份佮一份報紙，質問聯邦警察長官，因看到報紙的頭版攏予真濟黑色的線加圈來搭調的，佮當了紅色的機密大字，強調若是政府對你暗崁事實，因要暗崁的是啥物？這是澳洲各大報紙21號聯合甲家己報社的新聞頭版用要全部畫黑，抗議政府打壓新聞的報道自由。不過，澳洲總理莫里森所堅持新聞自由袂當超過法律危害到國家。Press freedom is important. There i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Absolutely no question about that. But there are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that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way we consider this. 今日抗議是因為過去20天，澳洲通過60外法條，限制記者的自由報道，嘛增加對內部了白的處罰。之前，澳洲法院要下令，禁止報道甲政府有關，包括梵蒂岡前財務主管書記主教和判定有性虐待兒童罪行才會見效代。不過，新聞媒體主張民眾有知影代志的權利，有緣報道相關的新聞。結果今年聯邦警察強強搜查一個新聞記者的厝，佮入去澳洲廣播公司 ABC 的總部搜查，引發到侵害新聞自由的爭議。Nobody here is saying that anyone should be above the law. The question is, does the law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Right.
澳洲虽然是民主国家，却无亲像其他西方国家的权利法案、宪法，嘛无保护言论自由的法条。这个媒体抗议有6项诉求，包括记者必须要跳脱伫个严格的国家安全法律之外，避免伫个报道的时阵互人陷害。因为目前已经有3名记者可能会互政府起诉。记者陈世彤报道。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第20举行着总统甲国会选举，因为宪法规定，总统敢若会当连任一摆。做被14年的左派领导人 Morales 说用改革也未成功做理由，坚持要拼第4届连任。不过，所有候选人票数拢未过半，还要等到12月15第2回合的投票才会知影。2006年上台，社会主义运动党的莫拉里斯是目前拉丁美洲在位上久的国家领导人。虽然玻利维亚是南美洲上善食的国家，但是在莫拉里斯这个头一位原住民总统的带领之下，经济有稳定而且继续在进步。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玻利维亚每年经济成长率是4.6%，是南美洲整体经济成长率的2倍。27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莫拉里斯的得票率是45.3%，前总统梅萨以38.2%排第2，但是因为票数无过半，嘛无达到赢票数上瓦近的对手10%的规定，依法必须要伫12月举行第2轮的投票。50%, estoy seguro con los votos, nuevamente quiero decirles, de las áreas rurales, vamos a seguir garantizando este proceso de cambio. Hermanas y hermanos, nuevamente agradecer por su presencia, por su esfuerzo, por su compromiso. 真奇怪的是，当计票显示玻利维亚恐惊会举行第2轮投票，最高选举法庭伫咧无任何理由的情形之下，向向宣布停止传送计票的数据，却引起美洲国家组织的关心，要求最高选举法庭要出面说明。梅萨喺讲行出投票所的时阵，互人问到选举公正公开的问题的时阵，都捌当场表示怀疑的态度。No confío en la transparencia del proceso. El Tribunal Supremo Electoral nos ha demostrado que es un brazo operativo del gobierno, lamentablemente, y nuestra desconfianza es muy alta. 2009年2月，莫拉里斯头一个任期发布的新宪法，规定总统敢若当连选连任1届，但是伊毋但已经做3任，即摆佫想要4连任，要一路执政到2025年。2016年的连任公投和平议否决，最高选举法庭竟然以有损莫拉里斯的公平参政权的理由，将伊拗转来，引起社会大众的不满。伊的执政团队牵涉到的贪污丑闻，嘛互伊向上支持莫拉里斯的原住民选民非常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杯的橄榄球赛前8强，日本甲南非来对射。虽然日本是输去啊，不过在关东地区收视率竟然有41.6%遐尼悬。另外，在美国职业棒球世界大赛的对战名单也出来了，由休斯顿太空人未来会对决华盛顿国民队，咱也做伙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也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前一暗伫咧台南造势，说放轻鸡卵来抗击。国安局长邱国正今仔日也强调讲，反对这款无理性的动作，也讲听后11月18日正式登记做总统候选人，一组的候选人就有55位的特勤人员去甲因保护。对总统大选的时间愈来愈晚，各方关心参选人的慰安状况，尤其是19暗时，南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台南的造势现场用轻鸡卵抗议，引起各界注意。国安局长邱国正除了反对这寡无理性的动作，嘛强调讲，国安局针对特勤人员用家己的身躯来保护对象，相关有500万的奖励，是要鼓励特勤人员负起家己的责任，外界唔通干那注意一部分。挡了子弹就500万，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涵盖在里边。假如因此而受伤了啊，我们会有个标准，会大家讨论以后，做个评鉴以后，会核发的有时候不管是慰问金或奖金。针对媒体问讲，敢是因为轻鸡卵的事件会提早总统参选人的慰安，邱国正强调讲，等11月18登记了后，正式变做候选人就会开始。嘛强调讲，一组候选人会有55位特勤人员来慰安，用56组的人员来算，即马总共有300多个人接受训练。若是传出讲中国资金赞助亲中的媒体，也是妄称想要来影响大选。邱国正强调讲，已经接获几类的案例，其中嘛有一寡真有名的。有一些大家都很熟的嘛，那我们也持续的在慢慢去了解，可以从很多资料上可以看到啊，的确中国那边对我们这个网军的这个攻略啊，
这对我们全部台湾来讲的话，1年还真的不少。邱国正表示，中国网军对台湾的攻击1年都有1000万条，甲国安有关系都有600万条。国安局会继续来注意，针对相关的证据，国安局暂时拢有掌握。邱国正表示，国安局甲警政调查局外3平常时的合作拢真密，绝对无问题，嘛会做上好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唔知民众恁敢知影讲，在台湾有268粒的山头是超过3000公尺悬。行政院在今仔日也举办向山致敬的记者会，希望会当开放入去山里的条件，因为较啰嗦的申请，进一回就当处理好势，有影是真方便。行政院长苏贞昌再去请丁山伊出席甲山致敬记者会，宣布山林大改进，以全面开放做原则，放任全台湾81个林道。按过外界质疑，是毋是会互山鸟鼠仔偷错菜的情形变更加严重？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有对策因应，也就是实施管车无管人，敢若限制车辆出入，人员出入唔免申请。以后就是一站式的，不要各管各的，中央也部会各管各的。然后地方也规定各搞各的，以后就是清清楚楚，就是很方便。还有我自己最爱的这种中海拔所谓山友讲的终极山，其实台湾很大的面积是一个无人地带，里面有非常多旧的史迹。苏贞昌指出，全世界登山大国拢来自岛国，但是台湾煞不了解登山是中国的方法，所以以开放透明、服务到有责任等5大主体，要提升国内登山运动的环境。登山的高人李美良表示，总算等到政府全面开放山林，除了欢喜，嘛点出山区设施伤简陋，山林管制无方便。对这点，苏贞昌嘛挂保证，适当会投入7亿1000万的预算，针对全台湾35座山屋整建。若是山友认为山南搜救用使用者付费是伫咧处罚山友，资源非常好，但是设施很差，然后我们的山林管制很多。申请非常的不方便，做好准备，做好自律，做好管理，所以要怎么样做最好，都和各方讨论。我们总是以这5个政策主轴，然后向前走。全台湾有268座关山，超过3000公尺，山林资源丰富。台湾百家更加是登山者的梦想。即马对封闭走向开放，苏贞昌承认讲，这只是头一步，会减收山区77条步道，山区指示牌，提供59位高山的路野地，卖改善全台湾112位主要山区的通行品质，对山南救助会有帮助，提供友善的登山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当日必研究美式外送平台相关规范，外送员的劳动形态甲乌多摆是要安怎来管理呢？行政院在今仔日也邀请各部会来开会，另外也有团体，也就是共享经济协会，希望伫咧法律规范正前，爱业者先家己来管理好势。最近常常传出外送员的车祸意外，外送员拢是骑家己的乌多摆，怎么又搁无外送员营业用机车管理规范？除了一个平台提供上基本的意外险，拢要家己开钱加保营业用机车的险。保有失窃，因为我是新车嘛，然后第三人责任险跟超额那些加一加，这样就5000多了。怎么政府伫咧今年美式外送平台来管规范？国发会主委陈美玲讲，收集业者意见了。2月行政院会针对美式外送平台规范开跨部会会议，讨论平台营运模式甲营业用机车的管理。因为行政院今天会开跨部会的会议，我们也会去研究。刚刚薛委员提到的，其实新的这种平台经济的这个未来，或者是零工经济的这一个需求的部分，那个制度应该怎么建立？国发会20家业者共享经济协会建议美式外送平台规管方式。目前有5大共识，强调安全第一，尊重外送员的工作形态。希望伫法规制定出来进前，让业者发挥自律，加强他律，最近来提自律守则。有的平台它是一些中高龄的2度就业人口，所以我觉得它涵盖的层面就非常广了，有就业上的问题，用既有的这些法令来套用在这些新的模式上，我们觉得应该还有一些可以探讨的空间。在我们1984年订定的劳动基准法里面，它所做的雇佣跟承揽的一个2分法，可能就没有办法完全适用到现在这种就是多元或者是有弹性的劳动的关系。美式外送平台来管，要让它兼顾兼职经济发展加个人的劳动权益，
学者认为，现有的劳基法无法度适用单身工作的形态，应该是一个雇佣甲承揽之间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铁的列车长一再发生互旅客攻击的事件，台铁也在今仔日开始试办列车长早防身喷雾。不过有列车长烦恼讲，若准来使用，敢会引起纠纷呢？台铁也表示讲，会先来试用2个月，再来决定敢要继续。区间车停靠月台，列车长落车已无线电路站务员，阁爱协助旅客，因为进前真集团出列车长互不理性的旅客攻击。台铁对即马开始试办配发防身喷雾，但是实际上在个车头真侪列车长拢无扎。应该没带耶，没有带。对，但是有发啦。有发，我有看到我们单位有发。听说有人不敢啊，觉得说会有执法担心，会担心。多少会啦。环岛法律无回应执法权，万不利使用电动引起后续纠纷，大部分人搁在观望。台铁表示，目前先伫家人的车帮甲台北的车帮提供180罐防身喷雾，互列车长家己摕。进前冇举办过教育训练，说明喷雾使用的时机。如果沟通情况之下，旅客还是失去理智或有一些脱序的行为之类的，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就会想说列车长可以用这个防染喷液。早喷雾会试办2个月，再搁检讨是毋是扩大实施。定定使用防身喷雾经验的铁路警察局表示，台铁所配发的条状喷雾使用的时要有一定的距离，若是当到无理性乘客攻击，一定要退后保持距离。如果说你今天是碰到持凶器的歹徒，那我们建议车长你先保持安全距离之后，再尝试着使用防御型喷雾，不要当下马上在短距离内使用这个。铁路警察局嘛提醒，因为喷雾会让人暂时看无，刺激心跳加速，无建议用伫咧老人、囡仔、妇人人和虚弱的人身上。过去铁路警察捌伫车头使用，压制攻击民众了后会随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咱拢定定伫咧网络买物件，毋过恁敢知影？咱安尼买一个，一年可能就要用到8000万的箱仔，无就是袋仔。为着要鼓励减量，环保署甲厂商打算在年底要来限制包装材料的使用，希望会当到111年的时阵，有一成的包装是会当搁再回收的。敢若是买2块健康食品，使用真大的纸箱仔内底，内底阁有今日去弄到的塑胶泡面，民众真介意伫网络买物件，买到的商品所嘛收到一寡包装的材料，为着要减量，真有名的电商平台决定讲要配合商品的大小，送31种纸箱仔，而且用纸的贴布取代一般塑胶贴布，而且嘛要减少买一件物件所分几落解价的比例。我们大幅的减少分箱出货这样的比例，大概减少50%，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包材的使用量大概降低了15%。根据估计，国内一年使用超过8000万的包装箱仔的材料，要安怎减量？环保署甲各界共同订定万国包装减量的指引，规划伫今年年底达成包装材料的重量应该比包裹的总重的10%搁较低。109年达成包装的材料，单一材质会当来回收，包装印刷的面积会当伫50%以下。若是到111年，希望工业者采取会当重复使用的循环箱仔甲袋仔，希望讲比例会当达到1成。在大家都来配合的情况下。那如果必要，我们就会把它法制化。那法制化，它也许对少数不配合的，我们就会有强制力。建议有业者研发出循环袋仔，还搁伫试验的阶段。目前较有困难的所在是要安怎克服，互消费者来用会当较方便。目前我们跟一些连锁店来洽谈，像红源汉堡或者 COCO 或全家，我们都陆续来洽谈当中。环保署即届甲真侪间网络平台来合作。包括市场面顶超过一半的包装箱仔甲袋仔的使用量，而且有撒标志来互消费者认捌。若是讲有要入法规范，还是讲处罚无要配合的业者，环保署惊讲黑白处罚会引起业者不满，选择先用推销的方式，先鼓励业者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到好厝边。不过在桃园，有民众反映讲，伊的厝边楼顶伫咧厝内面安真侪电脑设备，而且是无分日时或者是暗时，拢用电脑伫咧操作网络汇报，互涂骹板的温度升悬，烦恼讲会来发生事故。议员也呼吁政府爱设立规范来管理这事。进前伫桃园有议员接到民众电情，讲因徛家厝边，伫咧厝内采真侪台电脑设备加主机，每日拢无停伫咧挖矿采集比特币，造成因厝内地板温度真悬，每工提心吊胆，惊有火灾，希望政府想办法。
电线走火啦、资讯设备或是一些家用电器设备那个负载量过高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火灾意外，所以其实城市的民众也每天生活在这个恐惧的阴影当中。议员讲，虽然都市计划就地各项目的使用限制，无法度规范树林乡街内面所装饰的资讯设备。不过，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法令也在进步，建议都法局研究一下，看有什么方法会当规范立管。那我们会找资讯、消防，这些单位，来讨论，现行的法令在管理上，会不会有什么消防、公安的问题？对议员讲，希望会当立管，都法局讲，采集比特币无算行业，无相关规范。不过有民众提出安全的问题，伫最近会要求建筑管理处、消防局等相关单位，针对公共安全法规来做检讨，看用什么方法来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的东部出产真侪优良的农产品，台东县政府甲台东大学做伙来合作，争取补助成立全台湾头一座东部生物经济中心先导工厂，会当协助农民甲优秀的农产品变作是食健康的健康食品。经过浓缩的牛洲菇，一滴一滴落入去生物科技滴丸机内底，变做一粒一粒圆圆的形体，安尼更较方便食。这款的设备嘛，当用伫咧其他农特产保健食品的制作。毋过台东县过去无这款的工厂，不过今年台东县政府甲台东大学的合作，争取华东基金补助1亿外，利用台东大学旧校区的体育馆，改做一座研发农产品会当做粉一粒一粒的，而且包装行销的东部生物经济中心先导工厂，和台东生产的农产品毋免阁送去外地，就会当伫在地升级，加工做生物科技的保健食品，安尼嘛会当提高农产的经济效益。对台东的产品来说，是增加各种各多样的一个面向的产品价值。有因的研究背书吼，咱的物件内底含的成分啥货吼，较有各一个公信力啦。这座先导工厂嘛是国内大学第一座先导型的食品升级的观光工厂，会当提供观光客来参观，而且还有申请2年制食品生物技术的应用专班，培养在地人才，每年开始招生。高中毕业、高工毕业。或者高商毕业，工作满5年就有资格来报考。东部生物经济中心先导工厂预计后个月就会当开始试营运，接受全国农民委托生产，不过收费的标准还未定出来。不过台东的农民希望讲会当优待在地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屏东火车头外口是加热水咧，因为头前的喷水池伫咧做环境工程，有加水补加灯光。民众若准有机会来到屏东，会记得爱看少年艺术家所设计的水补灯光表演哦。这座喷水池有变化万千的水母，5色的灯光，佮配上少年的艺术家为水母特别打造的音乐，屏东火车头前的气氛和较早无啥相像。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有无同款的风景。会有一些音乐搭配水舞的一些喷泉的展示。那在晚上的时候会更精彩，因为会结合灯光，然后还有音乐，然后跟水舞的表现变成一个新的一些呈现。屏东火车头前的环境工程开5500万，其中上声人目的就是这座喷水池。在咧连假期间，和大家见面，在地民众也有很多来游客伫遮欣赏。觉得蛮漂亮的，就大家除了就是在等待家长来接送期间，就还可以再顺便欣赏一下屏东的美，这样子。焕然一新啊！以前它现在这个喷水池那个灯光跟那个水幕的效果做起来之后，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屏东一个很不同的意象这样子。屏东火车头的环境整合计划工程，包括车头广场，也有中山路两边的各项设施，拢伫要陆续完工。后回来到屏东，一行出火车头，就会当看到水舞、灯光来迎接所有转来主题，也有很多来旅客。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卖茶讲茶芳，卖花讲花红，所来这条是有茶摇花。在南投的民间有一个园区，内面种超过2000丛的桂花，风若准时一来，拢是桂花清芳味。在今年拄好桂花大出，也赶紧甲地米蓝做伙，做桂花乌龙茶，变成上界清芳的台湾味。
秋天桂花一开，清香就来。伫咧南投县民间乡的清北溪，有一座百外百年历史的桂花森林。这个桂花为知影到老丛，总共有2000多丛。今年雨水真高，桂花开了比往年加3成。出动超过80个工人来晚会，要赶伫咧芳开上赞的时阵，用人工一蕊一蕊甲桂花挽落来。对，吼，你怎甲挽起来？叶啊，这叶啊中间里面有哦，你怎规蕊甲挽起来好啊？雨水非常的丰沛，所以今年的花呢特别的多，让我非常的着急，因为现在农工人力的问题。短缺非常的严重，那能够找来的大部分都是年纪非常大的。目睭爱看好真，手爱挽了准，真细致，甲规蕊的桂花做花挽落来，随便加工制作桂花茶。除了爱掌握桂花和茶米的比例，嘛爱考虑到湿度、温度，也有时间的控制。规个过程拢爱相当的认真，袂用着桂花去克着伤。要出伤大啦，对不？那个去伤到那个花，你如果机器它是用那个在搅拌嘛，对不对？多少它的搅都会去伤到花，如果花去伤到的话，很快花就会黄掉。这片家族传承的桂花森林，由小碧桂和2个后生做花经营。这几年转型自然生态农法，由细汉后生和妈妈照顾，要采收上优质的桂花。大汉后生负责开发新的产品，伫外口走通路。这个花啊，做花守护这片台湾保留上完整的桂花森林，也传承上清香的台湾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美国有一口罩的台湾人，平常时拍广告、翕电影，最近搁伫翕一出笑亏的，伫讲台湾人伫咧美国的生活，咱也做回来看。拍张全家福吧。一口罩徛几排，看起来感情是无介好吗？为什么三个囡仔和太太都安尼走引走？哇，原来是咧拍戏啦！我是 David。我曾经是一名知名的广告导演，在片场我可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可是来了美国之后，我却只能在车库里搭起那小小的摄影棚，回忆以前那些美好的时光啊！甲住伫美国洛杉矶生活拍做电影，带台爸爸林玉奎负责摄影，甚至伫家己厝内车库就做摄影棚。There's only 3。没关系啊。反正又不是所有人刚拍就会变网红了，是吧？爸，别难过了，笑起来，开就够了。爆红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表演戏路虽然拢总无共，不过一家伙仔拢有戏，尽全力为表演事业来付出。这口罩想要伫美国打造华人影视社群，为台湾继续发光。记者张伟民、林坤民采访报道。明仔的青菜安怎安排？做伙来看气象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为19度到28度，中部地区为19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1度到31度。北部地区为19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19度到27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印度看新娘生仔的设计，也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